哪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怎么那么多死人？难道是阴曹地府？我是死了吗？原来是在做梦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没摔死。这是哪儿啊？哎呀，什么地方这么古风啊？不对，没眼镜怎么也能看清楚了？小姐，你可算醒了！小姐，你谁啊你？小姐，你推我干嘛呀？我是你的丫鬟采莲呀。啊，丫鬟？小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就不应该让你自己出去。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哎呀，我问你，你们这儿是什么年代啊？泰熙19年呀。泰熙19年？没听说过这个年代啊！什么鬼？小姐，你就别再装失忆了，你还是赶紧想想，一会儿老王爷来了，你怎么跟他交代吧？老王爷是谁啊？小姐，你怎么连老王爷都不记得了呀？他是你爷爷。爷爷？这里是渔王府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是谁啊？你是天上鼎鼎大名的云郡主。云郡主？我明白了，这还是在做梦呢。哼，不管是不是做梦，倒是可以好好的逛一逛，为写小说打基础。哼，趁没醒来之前，多收集点写作素材，先去看看这郡主府是个什么样。娘，这是谁啊？他呀，可是天上出了名的混世魔王四殿下。哦。小丫头，这梦里怎么这么多人？快跟我走！你干什么？我又不在你就闯祸，你真是五行属灾！谁啊你？殿下，小姐受伤到脑袋了，所以又失忆了是吧？啊！我看你就是苦头吃少了。喂，你再不放手，我就叫警察了。什么？警察？就是衙门里的钦差，你知道吗？真费劲，放开我！你又胡言乱语什么呀？我看你真是烧坏脑子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强奸良家妇女，你们这里还有没有文法了？小丫头，你别闹，我是在救你。放开我！我晕马了。什么叫晕马？就是我吐了，我吐你身了。你吐吧，我不嫌弃你。小丫头，你干嘛呀？哎，这个就当你绑架我的惩罚。还有，头发该理理了，回头介绍汤鸟老师给你。什么逃离啊？撤！他们来了！哎，看上去还挺好看的。小丫头，我真是来救你！我给我过来！干什么？哎，撤！皇子呢？你要是皇子，姑奶奶我就是皇太后。哼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横店？
哎，大叔啊，你们这儿是在拍戏吗？拍戏啊，我们在赶集。赶集？啊。那您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天圣帝都啊。天圣帝都？嗯。历史上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啊。你们四处搜查一下。是。等一等，这个人有没有见过？没见过。走。这云府的郡主云浅月又惹事儿了。是啊，听说一把火烧了京城最有名的青楼望春楼，好像死了不少人呐。你不知道，这京城的公子哥……什么鬼？这云浅月到底惹了什么事儿？我可得躲着点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这个人没见过。穆小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藏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些人都是你雇来的群演是吧？演给谁看呢？哼，为了绑架我，你就让你的人来抓我，害我被你的人追到我们家楼顶上，差点摔下去。弄了半天，你居然躲在这儿！快点放我回现代去，跟你手下人说，别再抓我了，我还有那么多读者等着我更新呢。喂，我说话你听到没？穆小七，你个混蛋！你要绑架我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跟你讲话呢，你干嘛？我从来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女子不可近身3尺，郡主不要破坏了规矩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哎呀，穆大大，七少爷，我知道错了，大不了我回去不再更新了，我把小说备份全部删掉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呀。您是有身份的人，何必跟我这种您生命中的 bug 计较呢？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好不好？这不是云郡主吗？虽由圣上下旨婚配太子，可现在又闯下大祸，怕是难与太子殿下相配了。早就听说他亡国不化，不通文墨，不知礼仪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。喂，背后嚼人舌根，小心断子绝孙。郡主啊，那您得等我们俩下辈子了，这辈子啊都清静完了。走。郡主若坚持自己无罪，就该自证清白，跟几个内侍计较什么？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？难道他真的不是穆小七？那我还是在做梦吗？穆丽还要遇见他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太好了，竟然还有手机，赶紧试试，想个办法赶紧回去。你有毛病啊你！入宫也敢带暗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什么暗器啊？这是手机，打电话用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头发长见识短的！啊！你给我回来！大哥，父皇呢？啊，父皇刚刚下了早朝，我还未见到他。对了，我刚刚听说，这云郡主烧了那望春楼，这百姓死伤无数，父皇正在气头上。大哥，你凭什么说是小丫头烧的破京楼啊？四弟呀，你是第一天认识那云郡主吗？这区区一栋青楼，说烧就烧了，许是贪玩，许是无聊。这些年他干的荒唐事，还比这少吗？哼，这也倒符合他一向任意妄为、嚣张跋扈的性子。大哥，你无凭无据，不可妄言。参见太子，四殿下。小丫头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跟着他来了？四殿下，我正打算进宫面圣，郡主恰好上了我的马车，所以我们就一同前来了。云浅月，你可知罪啊？
我知罪了，我不应该打晕皇子，不应该自称是皇太后，总之什么都不该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云郡主这装疯卖傻的本事倒是一点没少。来人，将云郡主下狱查问。是。哼，我多年不在宫中，天圣似乎变了样了。以前皇宫内外，谁人见了我，不躲着走？怎么着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用剑指着我？我真是好奇呀，月妹妹，你是如何打动了我们天圣的混世魔王四殿下，让他如此倾力的保你了？我这还没倾力呢。我若是倾力了，他还能在这儿？早就在他的云王府睡他的安稳大觉了。好啊，我倒是想看一看你这个小魔王到底有什么本事。我可是太子，更能监国，谁敢不从啊？父皇还在呢，你监谁的国？放肆！皇上驾到！云浅月呀，枉费了朕，还一心想要把你许配给太子，你大字不识，纨绔不化。朕是一直念在你的爷爷是我朝功臣的份上，才一直没有废掉你准太子妃的身份。我怎么又是准太子妃了？大字不识，难道还是个文盲？可你呢？啊？弄得朝野上下鸡犬不宁，居然还纵火烧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其中更有我朝重臣，简直是天理难容。陛下，你先别生气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也许不是月儿做的。你还胆敢替他说话？你身为姑姑，平时对他疏于管教，才让他如此胆大妄为，目中无人。皇上是吧？哎，你说我烧了一个什么破楼，你有证据吗？疑罪从无的道理你知道吗？犯罪事实不清晰，证据不确实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父皇，小丫头她失忆了，别听她胡说。云郡主是想逃避刑罚，除了出席宫中重要的宴会之外，从不佩戴饰人。如今，这金簪可还在？哼，你刚才不都说了吗？从来都不佩戴饰人，我怎么？春楼大火之时，我带人前去灭火，事后清理现场，发现5名朝中重臣丧命火场，在他们的尸首旁，正是这只金簪。就算这个簪子是我的，那也不能证明就是我烧的那个什么楼啊。就算我平时行为有些不收敛，但是本性应该也不坏吧？来人，你看看，这画中之人是不是你啊？啊，把这女装给我穿上！画中之人所做的荒唐之事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这还只是卷1呀，后面还多着呢。你平日里荒唐行径，罄竹难书，文官都要靠画来记载了。皇上，这画工也太差了吧，一看就不是我。你们自己说，这画里祸害一方的魔头可在这大殿之上啊？我知道，这是要陷害我，说是只要我死了就可以离开这里回去了。好，我认罪了，你们杀了我吧。云郡主倒是爽快，来人呐，将云郡主打入死牢。哎，等等，小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人是我杀的，火是我放的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哎，你们快杀了我吧！哎，父皇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此案疑点多多，一定另有隐情，还望父皇明察。你怎么那么烦人呢？陛下，云浅月骄纵任性，身为云浅月的姑姑，臣妾也有管教不严之责。如果陛下要责罚，请连同臣妾一同治罪。
荣爱卿，你以为呢？陛下，郡主如此仓促认罪求死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，倒像是患了某些癔症，竟说出令人莫名其妙的话。依臣看，不如先让郡主休养一番，待她神志清醒之时再做打算。既然荣爱卿说了，那就先把云郡主软禁云王府，尽早查明案情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我杀人了！你别说我呢！我杀人了！我是杀人犯！你们手下留情啊！丫头，我正好也要去云王府看看云老王爷，我跟你一起出宫。哎，放开！小丫头，我费了那么大的劲都没有救到的人，那若美人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所有的功劳全抱走了，我真不甘心。你可不要忘了我的功劳啊！你千万不要被那若美人骗了去，那个家伙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大尾巴狼，吃人不吐骨头的主。你以后离他远点，听到没？为什么要叫他若美人啊？他这个人从小就体弱多病，不像我，身体这么强壮。不过呢，我一般不欺负弱小。原来是个药罐子。哎呀，这破梦到底什么时候能醒来？本来以为变成了女霸总，结果是个杀人犯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四殿下。小丫头，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你不认识我了？你以前从来都是对我直呼其名的。毕竟你太久没回来了嘛，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要经常联络才能牢固的嘛，这可怪不得我。那若美人毕府也有10年了，你怎么能和她那般亲近？我哪里同她亲近了？我偷偷告诉你啊，我失忆了。又来，丫头你别闹了，你这失忆症都快每月一发了啊！从今天起你叫我清染吧。清染？小魔王也可以，或者阿染、冉爷，随你高兴。我呀，只想要一个公平的起点。我从西域带回了一匹好马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好的呀，冉爷。小丫头，我们明天去骑马怎么样？不想去。那我们去钓鱼？没兴趣。是臭丫头回来了吗？快走！云爷爷，是小丫头回来了。劳烦四殿下把这臭丫头送回来了。大老远我就听着那猪鼻子哼哼了。臭丫头，你回来了你？也好。啊？你不认识我？你这个混蛋！你这个混蛋，本事大了，还敢放火烧楼了你啊！连爷爷都不认识了。听父皇说你生病了，看来你是大病好了。哟，还挺会装的。你这个臭丫头，我要不是为了救你，我还用不着在皇上面前装病呢。你这个臭丫头！小丫头累了一天了，让她回去休息吧。我先走了。你给我回来！天色已晚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回宫了啊！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！这老头可真够凶的。小姐，您可不能这么说。全天圣无人不知，老王爷最疼的可是小姐您呀。我问你，我当真是这云府的嫡女？那当然了。小姐，您就别装失忆了，这已经是您第108次失忆了。我问你啊，那这个景世子他是什么人？景世子是荣王府的世子殿下呀，他可是天圣第1才子和第1财主呢，文韬武略无一不精，擅长经商，富可敌国呢，连当今的圣上都要忌惮他几分。只是荣王殿下和王妃去得早，所以荣王府便由他孤身一人打理了。
不过听说他精通医术，全天圣的御医都比不了他呢。可就是唯独治不好他自己的病。那他得了什么病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听说他大病10年都不曾出府，应该不轻吧？哦，对了，四殿下还总是喊他弱美人呢，应该就是嫌他身子骨弱。唉，看来这个人跟穆小七还真的没什么关系啊。这里应该是个虚构的世界，可是我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？哎呀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回去？小姐，你又在说什么呀？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哦，那小姐您早些歇息吧，今天都折腾一天了。嗯。明明是在被穆小七的手下追杀，怎么突然又来到了这个什么天圣，成为了什么郡主？哎呀，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回去？这什么事儿啊？我家的狗还没有人喂，淘宝买的东西还没到货，哎呀，怎么就来这儿了？这也太邪门了！谈借尸还魂者，无阳寿也无阴寿，或月余，或1年，并无定数。只是大限将至，注定灰飞烟灭，不得轮回。若遇此怪事，可用尽招之。尽。怎么消失了？难道是因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我的磁场会越来越弱，直到消失不见，灰飞烟灭？天哪！我不会死在这吧？我可不想死啊！这不是云郡主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大家都在找你呢。刚才宫宴上，皇上姑父说我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可我不想嫁给太子殿下。是啊，太子殿下太可怜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听说太子殿下特别嫌弃你，真是为难他了。也是，云郡主顽劣不堪又野蛮刁钻，若是太子娶了你，后宫肯定会一团糟的，如何母仪天下？谁稀罕母仪天下呀？你说谁野蛮呢？全天圣谁不知道，云郡主胸无点墨，毫无教养，姿色也普通。别说天家的太子了，就连普通的男子，怕是也没人敢娶你吧？你再说一遍。难道云郡主的耳朵也不好使？你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家伙不会真的不会水吧？还说自己不野蛮，简直是蛮横无理。
不知廉耻你！兄弟，你没事吧？可是我救了你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装什么装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不想嫁给太子殿下，是喜欢我。你说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悄悄亲我？我那是人工呼吸，为了救你。干什么？你还想把我推入水中吗？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谁不讲道理啊？我说的就是你，放开我！明明是你！救命！救命！来人呐！有人落水了！救命！落水哪儿啊？来人呐！来了！一晃10年，没想到一出府，竟遇到了你。完了，要迟到了。那里怎么没响？手机呢？我怎么还在这个破地儿？这门也太长了吧！肚子好饿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有没有人呢？小姐，今天起得可真早。好饿呀，有没有吃的？小姐，你先洗把脸，奴婢一会儿就去给您准备吃的。牙刷。什么是牙刷啊？就是清洁牙齿的工具。算了，你看。有。啊？那这是什么？陈脚齿木啊，还是小姐您教我的呢。这日子过得也太原汁原味了吧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回去才行。回哪儿啊？回老家。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灵魂出窍？没有啊。但是奴婢小时候丢过魂，家里人都是敲锣喊魂给我喊回来的。敲锣？我有办法了！厨房在哪？出门右拐啊！小姐，您这次是被圣上禁足的，可不能再出去闯祸了。不能出去是吧？过来。干嘛呀，小姐？既然禁足，就得有个人在这思过才像样吧？那这次换个人吧，换真儿。少废话了，我看啊，就你身形样貌与我最相似了。我走了，拜拜 ，God bless you， 小姐。我帮你把门关好。小姐，这个法子不行，您还是别再出门了。老王爷怪罪下来，我也遭殃啊。你过来。小姐，不行，我可不能当替身，个头都不一样。就是看你块头大。趴下，趴在这里，把自己想成是个凳子，知道吗？小姐，早点回来，我就在这里等着，您还得翻回来呢。你不用等我了，我不会回来了。小姐，什么时候才能打雷啊？我先找好最佳位置，就这里。什么时候才能打雷啊？等这雷一劈下来，我灵魂出窍，肯定就可以回家了。哼！来了，快劈死我！老天，你劈准一点啊！我在这儿啊！看准了，这儿。
要不然从这跳下去算了。可是这看上去有点高啊，会不会很疼啊？要是没摔死，摔个半身不遂。不管了，反正在这也是杀人犯，迟早都得死啊！早死早超生。谁在门口放的水缸啊？对不住，四殿下，是我们家小姐放的，说是防贼。什么防贼？你家小姐呢？叫她出来。不在。啊，在。到底在不在？不行，四殿下。哎呀，你让开！小丫头。四殿下。小丫头。小丫头，你怎么了？我感风寒，身体不适。四殿下，您请先回吧。你生病了？这声音怎么也变了？嗓子有些不适。采莲。四殿下。说吧，你们家小姐去哪儿了？奴婢不知。不说是吧？啊！我现在就去告诉老王。别！小姐又偷跑出府了。啊！不是吧？这样都没死啊！想死怎么那么难呢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云郡主竟也行着偷窥之事。谁偷窥了？你这光天白日的，在这里洗澡，还说别人偷窥。郡主是命定的太子妃，若被旁人发现你衣冠不整的和荣王府的世子混在一起，叫太子作何感想？恐怕你的皇后梦很快就要灰飞烟灭了。谁稀罕当皇后啊？哼！哎呀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。喂，你到底为什么会来这里啊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郡主不是被皇上禁足了吗？怎么会从这上面掉下来呢？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在望春楼大火之后，郡主自知罪孽深重，所以畏罪自杀了。谁畏罪自杀了？我是因为下雨路滑，一不小心失足掉下来了。还不都是因为你啊！要不是你把我的手机扔了，我用得着用这种办法回去吗？不对，都怪那个该死的穆小七。穆小七？哦，穆小七也失踪了，难道他也是来了这里？锦世子，你是不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？我不知道郡主在胡言乱语些什么。金世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跟我一样是现代人，你现在想不起来没有关系，我会给你时间慢慢想起来，我会帮你慢慢想起来。哼，而且啊，我必须得把你带回去，要不然的话，你那些手下也一样让我必死无疑。
听说郡主得了失忆症，我看不是，是失心疯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若不想留在这里喂狼，就跟着我出来，但别离我太近，3尺之距，记好了。为了能够带你回去，我就暂且听你的。哎，你等等我！喂，你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啊？3尺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郡主想要投怀送抱的话，下次麻烦想个好点的理由。哇，谁要投怀送抱啊？你真是自作多情。主子，你怎么跟郡主一起出来了？哎，郡主。哇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不带我吗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郡主自有去处。哇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得对我负责呀！你要是不负责的话，我就喊了，来人啊！金狮子，欺负良家妇女！来人！郡主，你可别喊了，可别喊了！上来吧。叫！哇，你怎么又把我拉回这个地方了？怎么？难道郡主还想跟我回府不成？哎，等一下，衣服还给你。送你了，别人穿过的衣服，我是不会要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嫌弃我？郡主命不久矣，还是先好生管好你自己吧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不是我干的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证明给你看的。好，希望郡主可以让我刮目相看。贤哥，是。叫！你给我等着吧，我一定让你看看我们现代人的智慧。反正暂时回不去，老娘就先陪你玩玩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看着火气那么大？小丫头，我可是等了你1天。私闯民宅有何贵干？我那2丫鬟呢？怎么随随便便就放人进来？他们呀，被我撵去看院门了。你去哪儿了？这披风谁的？哼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不是那个若美人？她这股子药味儿，我隔多远都能闻到。你找她干什么去了？我可跟你说啊，她这个人啊，冷酷无情，六亲不认，连个牌搭子都没有。你呀，可不要被她的美色给骗了。我这次啊跟你达成共识了，我也觉得她这个人简直是黑心黑肺。对，小丫头，吃个桃子。哎，你快吐了！你那不是有吗？干嘛抢我的？怎么那么痒？小丫头，都是我的错，明知道你对桃子过敏，我还……什么？厌弃人！我杀了你！小丫头，站住！小丫头，我错了，站住！哎，别打了！彩莲姐，这四殿下会不会出事儿？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没事儿，小姐跟殿下呀，从小就如此。若不是经过千锤百炼，四殿下怎会如此结实？你说咱们这位人见人躲的混世小魔王殿下，怎么到小姐面前就怂了呢？饶了我吧！这叫一物降一物。过来！哎，小丫头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想试试你是不是真的失忆了。你这是蓄意谋杀！谁知道你是真失忆了呀？不过你以前总爱用这招骗人啊。你生气的样子真可爱，野性难驯，我喜欢。殿下，明日狩猎场戒，可还要按计划行事？云浅月1日未认罪，望春楼的事便1日结不了案。你好生监视，伺机行动。
几世子，云郡主，有何吩咐？今天是皇家狩猎的日子，我当然要来凑个热闹了。哼，你已被皇上下令禁足，你这是想顶风作案吗？我可没心思陪你玩。上次你不是不相信我能抓住真凶吗？今天我就证明给你看。不过呢，需要你陪我演一出戏。哦。偷偷告诉你啊，上次我在王春楼昏迷前亲眼看到那几个人，就是被杀人灭口的，根本就不是被烧死的。只要你肯帮我演这出戏啊，我就能揪出真凶，怎么样？可是这与我并没有什么好处啊，毕竟想急于证明清白的可是郡主您。好歹你也能在皇上面前立功，不是？哼，你就帮帮我吧，这案要是破不了，我就是死路一条了。我是个商人，我帮了郡主，郡主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啊？你想要什么？只要不是以身相许，我都可以考虑下。哼。喂，你算答应了吗？撤！第一轮太子胜。不愧是我天生的太子啊！谢父皇夸奖。哎，容外卿人呢？据说已在路上了，稍后便到。他竟敢迟到了，哼！好吧，你们都去找各自的猎物吧。是。撤！玉，怎么了，玉宁？玉宁，没什么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们分头行动吧，看谁猎的物多。好啊，看我的吧！撤！玉，景世子，刚刚这位是？秦都官有事吗？景世子，我们一起去狩猎吧。不必了，撤！景世子，刚才那位好像是云郡主，她不是被禁足了吗？我得去禀报皇上。为什么你的弓比我的好看？这是震天弓，你拉不动。我不信，这么沉。这震天弓是射日英雄用过的神弓，虽是传说，但这弓确实认主，不投缘的人难开此弓。封建迷信。我就不信我拉不开，你这个病秧子能拉开？哼，射不中猎物有什么用啊？传说采去的羽毛可以使人隐身于无形。倘若你真遇到危机，不妨试上一试，也不枉费我引弓射箭，为你寻来的这几片彩羽。隐身彩羽吗？还挺好看的。
郡主，啊！皇上，云郡主被毒箭所伤，生死未卜。啊！陛下，这就是射伤郡主的毒箭。是何人胆敢射伤郡主啊？望春楼大火那日，郡主听到了不该听的，所以才招致杀身之祸。人查到了吗？请陛下容臣一试，臣一试便知。皇上，这是被禁多年的蚀骨剧毒。想要淬炼此毒，需要一味名叫麒麟血的稀有之药。此药只有天生的医药署才有，而能够按粒按分的去太医署领取的，唯有太子宫。那日就是你陷害云郡主，还把望春楼大火之事栽赃于他。今日你见我与郡主出现，又派黄六想射杀他，都是为了杀人灭口。你血口喷人！父皇，儿臣已经抓到行刺之人，还请父皇辨认一二。父皇，您看，他的身上有同样的毒箭。这个黄六，就是大哥豢养的死士。他生性暴虐，但为人却十分忠心。抓到他时，已没有退路，服毒自尽了。即便如此，就能断定他是我指使的，是那云浅月在望春楼纠缠于我。我早在火起之前就走了，他拈酸吃醋，与我何干呢？这么说，望春楼大火那日，殿下也着实在场。男人寻欢作乐，有什么可稀奇的？这跟望春楼大火有什么干系啊？殿下是担心望春楼背后真正的主人被翻出来吧？知道太子底细的人都已经葬身于火海之中，所以只要将望春楼里的人都斩尽杀绝，再将所有的罪证都推到云郡主的身上，太子您便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如此说来，云郡主必须得死，对吗？大哥，你为何要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？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冤枉啊！请陛下传召一位证人，此人是望春楼大火的亲历者之一。选。望春楼舞姬柳茵茵叩见圣上。柳姑娘，望春楼大火那日，你可在场？在。太子殿下便是望春楼背后的主人，烧楼之人也是他。证据何在？
唱得太好了，这柳茵茵姑娘不愧是望春楼的头牌啊！赏，重重的赏。大爷，您的银子已经花光了。喏，这个是单独赏给茵茵姑娘的，不求一夜春宵，只求茵茵姑娘单独唱一首爷我刚做的诗。爷，这字在哪儿呢？你要是能看出来，怎么能凸显茵茵姑娘的难得呢？赶紧去。是。答什么对子呀？柳茵茵姑娘，今晚我包了。哎呦，王公子啊，咱们茵茵姑娘是一月会友，卖艺不卖身。您看啊，您要不按老规矩来？什么卖艺不卖身？难道这些还不够俘获茵茵姑娘的芳心吗？你这个老鸨子就喜欢抬高价卖。一个胸无点墨、不通音律的草包，还妄图与帝都名伶弃弹歌乐，真是自取其辱啊！你是谁？你为什么骂我？哟，这不是经常混迹各大赌坊的王公子吗？怎么，今儿换地方玩了？前几日还看见您被聚财坊的人扒光了衣服丢出来，看来是账没结清，不让进了吧？他怎么知道的？你别再胡说八道啊！哎呀，听闻您的夫人可是凶悍无比啊！曾经因为您金屋藏娇之事，拿着金条追了您5条街。看来您这屁股上的伤也是养好了呀。赶紧走啊！王公子怎么走了？这不是太子殿下吗？好啊，平日里装的倒是假正经，背地里竟然来这里寻欢作乐。哼，看我不禀告皇后姑姑，抓你现行，正好亲旨取消这门婚事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诸位大人，实不相瞒呐，上次酒后失言，惹父皇生气，被禁足后，父皇好像开始怀疑我了。所以，接下来的棋，我们大家该如何走啊？臣早已为殿下筹谋妥当，在禁军之中安插人手，下月朔日便是春寿，只要当日当值的王大人振臂一呼，禁军必有响应。殿下宽心，此计划天衣无缝，且支持者只有我们在场几个，只要无人泄密，并在春寿当日来一场里应外合，必定万无一失。谁？抱歉抱歉。不好意思，挡着公子的道了。别装了，我这倾国倾城的未婚妻子，谁人一见皆倾心，如何能忘啊？太子殿下，好巧哦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听说这个望春楼的姑娘个个都姿色不凡，而且精通琴棋，所以就很好奇过来看看，太子殿下为何会在这儿啊？哦，我知道，没事，这里的确是春色满园，太子殿下不必顾忌皇上对我们俩的指婚，只管可劲儿逛。我不介意的，我就不打扰太子的雅兴了。哇！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你还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要干嘛？你一个女孩子家，
怎么会无端出现在这里？喂，你干嘛？我可是未来的太子妃啊！你们要是敢动手动脚的，小心我过门后扣你们俸禄啊！别动！你们别过来啊！过来的话，我就杀了他！姐，别，凡事好商量，凡事还不快退下！姐，在那儿上！封锁望春楼，格杀勿论。是。望春楼不仅仅是太子殿下赚进皮肉钱的地方，更是他的小朝廷。他私下结交的那些大臣早已经高喊万岁，并且私下排练登基大礼，还要让我化身宫娥跳舞取乐。就连他的朝服内侧，也暗暗地绣着九龙纹。吴宇，是。我自己来。逆子！朕把能给你的都给了你，你还要朕的命啊？你想坐那个位子吗？你想坐那个位子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只要我一天没有登上那个皇位，太子的位子随时不保。我要为我的大业着想，有错吗？这些都是你逼我的。太子叶天卿违背朝纲谋朝篡位，还纵火烧死多条性命，着废除叶天卿太子尊荣，择日问罪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昏睡了一夜，我是来叫你起床的。昏睡了一夜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的房间。你伤在右肩，我已经帮你上过药了。好痛啊！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你放心吧，我都已经亲自检查过了，你的伤没什么大碍。亲自检查？你怎么检查的？自然是脱了衣服检查。什么？那不是被你看光了？不脱衣服，我怎么知道伤情如何？那你也不能把我的衣服都脱了吧？我是医者，在我眼里是无分男女的。胡说！那怎么不见你们这儿有男稳婆呢？郡主生产那日，我倒不介意帮你一回。你别忘了是我救了你。怎么样？是太子干的吗？是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也不枉费我这招苦肉计。幸好当时穿了这个甲，要不然小命都没了。这柳茵茵姑娘，你是怎么找到的？
哼，这望春楼虽然烧了，可是他总是要工作的吧？我去一家一家青楼找的。彩莲啊，我之前为什么要去望春楼呀？小姐，你忘了，你去那儿都是为了捧柳依依姑娘的场呀。柳依依姑娘是谁啊？望春楼的头牌呀。那这位姑娘现在人在哪儿？奴婢打听过，自从望春楼出了事之后，柳姑娘就不见了，不知道去了哪儿。大海捞针啊，这到底在哪儿啊？天上的青楼都快被我们跑遍了。哎，你说你跟我去过那么多次望春楼，居然还不知道柳依依姑娘的样貌？小姐，你知道奴婢不认人的，而且你自己怎么也不记得了？我那是被撞到脑袋失忆了，你也失忆了？呀，这位公子怎么这么眼生啊？不过生的倒是挺俊俏的。误会，我来这里呢是为了找一个人。找人？公子莫非来找有缘人？不是，我是想打听一下，有没有一个叫做柳依依的姑娘？哟，什么依依呀？我们这儿有翠翠、小青、小丽，公子你随便挑一个。是啊，公子，你看来陪你，我怎么样啊？是啊，看看我，你看我。我说你们凑在一起干什么呢？原来是来了位俊俏的公子啊。不过上我们这儿找姑娘，那可是要银子的，白吃白喝的可不行。你说这两个公子有没有？够不够啊？你只要帮我找到柳依依姑娘，10倍100倍我都可以给你啊！哎呦，公子啊，您这样的青年才俊，别让这帮眼馋肚挂的把您生吞了。我看您呐，还是跟我走，姐姐我呀会疼你的。你放开我，放开他！只是我柳茵茵的客人，你们也可以招待了。看来郡主也不像外界所传言的那么草包。那是，不过这次还是得感谢景世子的大力配合。是啊，这次我又救了郡主，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呀？我都说了，除了以身相许，别的都可以考虑。好，那我要你成为云王府的掌家人。掌家？我救了郡主2次，让你掌个家不过分吧？且掌家人可是众人求之不得之事。可是我不想要啊，好不容易不用干活了，我只想当个米虫好吗？米虫？哎，我是说我又不识字，我掌什么家啊？况且了，我数学是最差的，考试的时候就没有超过50分，连账都算不清楚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人逼急了什么都能做出来，除了数学题。我听过一句话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救命之恩，让你掌个家也不行吗？哎呀，好吧好吧，你干嘛非要我掌什么家呀？因为我要你帮我找一样东西。先答应你，说不定还得靠你帮我找回家的办法。哎呀，有没有人啊？小姐，小姐回来了。恭喜小姐沉冤得雪，贺喜小姐彻底不用禁足了。别光说呀，礼物呢？还是做了什么好吃的？有，柚子水都泡好了，小姐泡泡澡去下晦气，还有10仙子鱼块，可嫩着呢。哎呦喂，这云府的嫡女终于舍得从荣王府那儿回来了。你这还没出嫁呢，就去别的男子府里过夜，成何体统？这是谁啊？是小姐的堂姐，今天刚暂住咱们府里，小时候你们就合不来。云浅月，你也不拿镜子照照。且不说琴棋书画女工礼仪，你连大字都不是一个。这太子殿下不喜欢你，景世子就更看不上你了。你呀，就别白日做梦了。这天盛才女这么多，你这个蠢货怎么能比呀？莫不是去望春楼学了那些红梅伎俩？否则景世子和4殿下怎么会出手相助？
你的什么表情？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？哼，我这用的可是霓虹坊最新的胭脂，你这种下等人，自然不会用这种上等货。胭脂啊，嘿呦，你不说我还以为是你从头到尾泡了一缸子醋，真是酸臭的很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小姐，怎么打人啊？他们不过是家里养的猫儿狗儿，我打他们算轻的，我还得找嬷嬷来把他们都卖了呢，正好给府里节省用途。小姐，大小姐莫生气，都是我们不懂规矩，惹恼了你，怎么惩罚都是应该的。只是老王爷正在等着我们小姐去回话呢，别惊动了老王爷才是。你还敢拿老王爷来压我？云浅月，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刚刚你打他们2巴掌，我还记得。小姐，使不得呀！是啊，大小姐打我们是应该的，我们本来就是做下人的。哪有什么上人下人的？在我这里只有亲人和朋友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下次再敢在这里大喊大叫、动手打人，我就让你走不出这个后院。走开，云浅月，我跟你拼了！小姐，夏荷小姐，小姐，这是要出人命啊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这是自作自受，长点教训吧。云浅月，你给我等着！帝都城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公子竟如此悠然自得。一场大火，满城风雨，没想到倒让这太子栽了跟头。我早就知道，望春楼其实是太子的小朝廷。不过，谋反确实是太子，但是放火未必。在自己的地盘动手，多半会惊扰到皇上，对他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，这背后另有其人。